戲劇俱樂部卡比地早暗演出的時，是去紅牽白賊甲白蝦米，現場受困的工作人員甲觀眾去噴到。警方早暗是先抓到共犯，今仔日抓到主嫌。主嫌講，伊是因為買無票，才會想起安尼做。卡比地強調講是絕對袂接受暴力行為，嫌犯的動機還佫愛查證。被抓到4個主嫌犯頭仔攏無講話，伊涉嫌佇咧離島對有名的戲劇俱樂部卡米蒂等白賊南西流的混合團，警方3十中晝佇咧伊新北市樹奶徛街抓到人。伊辯解講，是因為想要看脫口秀，抑毋過買無票，心內無歡喜，才會安尼去做。警方於案發後18小時內查獲涉案郭姓男子及蔡姓男子到案，全案訊後依毀損、恐嚇及公然侮辱等罪嫌偵辦。這件公眾場所攻擊事件發生佇咧離島北岸6點掛，迄當陣，這個穿運動衫、戴紅帽的查甫人，突然間走入去台北市復興北路的卡米蒂俱樂部。提出伊事先選的白賊南西流的混合團，等咧店內了後逃走。混合團別開的時陣，現場臭毛毛，真濟工作人員甲現場的觀眾攏被噴到。警方專案小組發現，嫌犯佇案發進程是一個4歲查某人騎歐多拜載伊到現場，做完了，佫坐共一台歐多拜逃走。即馬要調查，是毋是有其他幕後主使的人？我覺得他一定是想要表達一些什麼的東西，甚至他覺得自己這樣做很搞笑，因為我們是做喜劇嘛，他可能覺得用這樣的方法來潑糞，表達不滿，或是想要表達理念，其實有很多方式，但絕對不會包含破壞。迄暗佇咧俱樂部內面表演的是淡水國演員黃玉和，伊的創作定定有考試中共領導人的施政政績，真濟人愛聽。不過是不是因為安尼生，才有人來噴殺抗議？就是你不可以因為你喜歡一個人的演出，或者你討厭一個人演出，你就做出任何暴力行為、非理性的行為。俱樂部講，這是因開店角單拄到上大的攻擊事件，所有的工作人員佇事後也開始規個大摒掃，無到1點鐘，佫重新開放觀眾入場。俱樂部講，因無甲人結冤仇，也強調戲劇的內容，你會使批評，也會使無介意，不過絕對無接受任何暴力威脅，因會繼續全力創作。記者綜合報道。